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新增219例本土病例，有22个人死亡，一个30多岁少年女性住院5天就过往。指挥官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表示 ，COVID 甲 AZ 的疫苗订单拢塞车，要等到7月份才会送来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甲台湾准备要针对双边贸易协定来沟通，外界认为提法可能会重启谈判。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19例本土病例，死亡的病例有22例。指挥中心嘛讲，目前全球是拢在抢疫苗，最近国际药厂疫苗供应还无稳定哦。也毋过嘛是希望讲，咱国内伫8月底会当摕到1000万吨的疫苗。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我们新增了219例，219例呢，新北市123例，台北市54例。苗栗县16例，桃园市13例，基隆市8例，彰化县2例，台南市、新竹市、台中市各1例。死亡的案例是22例。整体看起来，筛检的阳性率也都持平往下。那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了哈。不过，毫无放松的本钱毫无放松的本钱。但事实上进货并不是那么的稳定。那我们当然是持续的努力那也希望能够维持在8月底仍然有这样子1000万的疫苗这样能够进到台湾来目前咱国内疫情各军架早起伫全国防疫会议，副指挥官陈宗彦是提醒地方政府针对地区要赶紧来设台检站，尤其是湘北地区嘛针对咱国定的国际疫苗，当时会送来台湾的，但是中早起伫立法院是表示讲 ，COVID 甲 AZ 疫苗订单目前是拢在塞车，要等到7月份才会送来台湾。新冠本土疫情继续炭烧，累计本土病例数破万例。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疫情监测分析发现，除了湘北地区，其他县市也出现大规模群聚。现阶段疫情犹原处伫高峰期，所以提起22县市的政府对地区要加速设置台检站，尤其是疫情较严重的湘北地区，尤其是在特别针对新北市的几个乐区的部分有提出来。那新北市也有观察到疫情指挥中心这边所提的建议，所以他们也会加速来进行这个快筛检站的一个设立本土疫情严重，佫出现欠疫苗，有立委质疑咱国伫国际疫苗采购的到货率偏低。指挥中心提前准备，伫国产疫苗还未完成第3期临床试验进程，就着急甲2间国产疫苗签约采买。也讲8月买大规模做疫苗，敢会当保证安全性？民众也存在真大的疑虑。你的预算最快按照立法院议程要到6月18号才会得到预算的审查，所以请问一下，你们在没有法条的通过下，也没有预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急着在5月28号去跟国产疫苗签约？这是第一个想问你急什么？我们也可以编列其他预算，如果真的人民有需要的话。那我请教你，你这一次的合约预算金额是多少？这些，比如说 AZ， 我们也是在它还没有通过EUA以前，我们不是要讨论，我现在问。但是中表示 ，COVAX 提供的疫苗2月开始供货，也毋过只供应一部分，可能要到7月外 ，COVAX 才会入来。另外，直接甲 AZ 公司采买的部分，因为泰国厂有出现闪停的问题，会延后1个月。只有莫德纳疫苗较稳定，这一季预估会有几十万吨，了后会稳定10个月入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电子厂移工烧毁事件，要安怎让病毒袂阁继续传？有医师是建议讲，要赶紧帮园区的员工来注疫苗。指挥中心嘛鼓励企业会使来设快筛站即马嘛鼓励厂商会使进口快筛7剂互民众会使伫厝家己来做检验。也毋过有医师嘛提醒讲，家己验有可能会袂准若是有症状，嘛是爱赶紧去做 PCR 的检验。苗栗几啊间电子厂小连续传出有移工确诊，逼出新的一波疫情的危机。要安怎阻挡移工的传播链？国内医师认为讲，上好解决的方案应该是赶紧伫咧园区内底紧急来做疫苗。科技园区停工是有难度的，象征性的短暂停工将会步上华航
3+11的复测。如果疫苗的覆盖能够达到75%以上，或者是100%，将可以有效的阻断感染源。国内疫情还小未退，从5月11以来，拢总有10000多人确诊，累计有274个人死亡，平均致死率已经达到2.6%，比全球平均2.16%还佫较悬。在这个内底有一部分的确诊者，为发病到死亡的时间真短，若3天内就过身的是占18%。这嘛，互外界烦恼讲，疫情若是探去甲社会人人口较侪中南部，死亡人数甲致死率还佫会加悬。我们可以预期，在前面1-2个礼拜，这个病例数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未来的1-2个礼拜，死亡人数大概也没有办法很快的下降。但是可以预期，最近如果流行曲线有下降趋势的话，未来1-2个礼拜以后，我们会看到死亡人数下降的一个效果。另外，在企业会当家己设置快筛站了后，指挥中心嘛当伫建议鼓励厂商会当进口机架的快筛剂，互民众伫厝里嘛会当家己做快筛，来扩大筛检的量能。不过，医师嘛提醒讲，因为快筛会有胃阴性甲胃阳性的问题，加上快筛的方式爱甲棉仔机存入去鼻孔内底，采检的深度若是无够深等等，拢会造成快筛结果的前差。所以建议爱做好相关的配套，才来进行会较妥当。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又有一间精鼎科技，嘛传出来外国移工胃着病哦，这嘛是苗栗第4间有烧胃事件的工厂咯。本地精鼎今仔要针对430名员工来快筛，也毋过准备袂赴，明仔载才有法度快筛咯。为附近的民众是真烦恼，讲疫情愈传愈严重，因要求县政府看会使先停工处分。也毋过苗栗县长徐耀昌是表示讲，目前按照中央的规定哦，地方政府只会当呼吁业者加强自主管理。化学兵穿规分丝的装备，伫苗栗竹南做大消毒。苗栗科技厂群组感染的事件传开，除了警员、消防，还有地方以外，同款伫竹南的京鼎精密科技，嘛传出有6个移工确诊。工厂这边原本按算初八要甲430个员工做快筛，不过是紧急冻点，停工的时间嘛临时增加做3天。这个部分是属于他们的企业的自主管理的问题，要求我们县政府给他们做停工的处分。那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各位就要抱歉了，因为这个关系到这个生产线啦，还有他们未来的工作都属于中央。根据县府的统计，初七国另外3间电子厂都已经有265个人确诊。徐耀昌表示，虽然民众烦恼疫情的扩大，不过县府也是按照指挥中心的调度，无法度家己做出处分。另外，苗栗县府嘛赶紧伫竹南等等确诊者有行大过的所在做消毒。现在苗栗市嘛紧急设快筛站，真紧就袂少民众来排队要做采检。46号、47号直接来。苗栗科技厂群组感染持续伫增加。苗栗市除了有经源电子厂确诊者的行踪，嘛有袂少市民伫遮上班。因为烦恼疫情的炭烧，市公所决定要编紧急的预算来处理。为了苗栗市的这个安全还有健康，市民的安全，我想我们市公所就特别编列这个预算来做这样的一个快筛。一方面呢，也希望不要造成这个防疫的破口。公所表示，因为有经源电子厂确诊者的行踪，而且袂少市民拢伫附近咧食头路，目前包括员工也有员工的家属。若有甲确诊者活动行踪动态，拢会当来快筛站做采检，希望互民众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婚姻馆长张英美传出讲已经有先注疫苗，嘛，互外界质疑讲敢是有特权。也毋过卫生局是表示，因为张丽仙馆长是地方的疫情指挥官，张英美甲张丽仙是带做伙，所以规定是会使先注。也毋过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会使注射的第1类到第3类的对象拢有名册哦，提醒县市政府爱遵守规定。面对本土疫情吃力，即卖疫苗的供应是还无够，要安怎分配是考验中央甲地方的合作。了一日前，婚姻馆长张英美去互表出已经大先注疫苗啊，因为伊还未满65岁，身份嘛毋是医护人员或者是高风险的接触人员，所以大先注疫苗的代志是引起大家的议论。比较说不过去吧，因为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在做医护啊，他们确实有些人没有打到，那我的亲戚朋友有人是警消，他们也有些人还没有打到疫苗的部分。县长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指挥官，就是我们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那
张县长是他的同住家人哈，那所以是在这个以目前来讲，他是符合第1、2、3类哈，还有他同住家人的这个施打的一个对象。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张英美甲云林县长张丽仙大做伙，因为张丽仙是地方疫情的指挥官，甲伊做伙大的人嘛是属于高风险接触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不过针对这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针对双北以外的县市，敢若有第1类至第3类的对象会当大型注疫苗。那我们特别提醒地方政府在做这个疫苗分配，因为所有的包括前面几批按照第1类、第2类、第3类的这也好，或是接下来陆续要开放的类别，其实都有名册所有的县市一定务必依照这个1、2、3类的类别来执行。指挥中心甲地方的看法无同款，不过指挥中心嘛讲，针对不是伫咧优先名单注射的人，率先头早去注公费疫苗，目前也无相关处分的规范，所以呼吁地方政府伫咧分配疫苗甲注射的时阵，都要遵守名册的分类甲顺序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守伫边境的桃园机场航警人员传出讲嘛无通先注疫苗，目前航警人员的注射率阁无到2成，因逐工拢爱甲往来国内外旅客接触，嘛有可能会真做是防疫的空棚。即卖新冠疫情还阁伫咧滚价，毋过所传出伫咧桃园机场，逐工会甲旅客接触的机场航空警察所注无疫苗。目前因注疫苗的顺序是排伫咧市警局下骹，市警局若是注了，才会轮到航空警察。而且若要做，阁要家己上网登记。因若目前做的比率敢若有18.8%，恐惊会真做防疫的空棚。警察机关疫苗施打的规划，经透过驻地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协调。那本局属桃园市政府辖区。航警局表示，敢若有各县市的地方政府会当分配到疫苗。目前航警局是桃园管理的，会由市府安排甲协调。即卖已经确定有登记的人员，初9、初10都会当来做。市长郑文灿认为讲，机场的人员住的比率有较低，机场航警局除了负责旅客行李的安检，嘛要进驻去陆富的饭店做防疫，疫苗要有一定的配额。航警局的部分也需要配付一定的数量，因为目前的施打率我想是偏低的，我会积极的向中央反映。针对美容店、头毛店敢袂当继续营业的问题，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规范爱甲中央统一，嘛会推出防疫指引。包括注文的制度、实联制，服务人员全程爱挂喙安，座位用棉花做，出入的人数爱有总量的管制，定时做消毒，禁止提供食的物件。另外嘛，鼓励人客会当伫咧厝内家己洗头等等，这措施为即马开始就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政府新闻处有一个对伫市长身躯边的影的员工有亲人为着病，互台南市政府是真紧张。也毋过，加在这员工甲处理人体检拢是阴性，嘛有隔离。市政府嘛阁呼吁5·2节民众毋通返乡过节。台南市政府传出市长随身的验命书厝内面有人来确诊，目前新闻处也加强监管的分流加自主健康管理。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强调讲，验命书采检是阴性的。那平常我们跟这个摄影官的接触就是只有摄影的关系，要照相不能太近，好，所以说至少都有3公尺以上的好的距离。何况那个摄影官他本身是PCR 是阴性的，所以请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市长随身验命书的小弟5月28到30，对桃园登到台南。6月初5发病体检，6月初7接到确诊的通知。当天台南市政府就随采检验命书，连带带做伙家属当中有6个人拢是阴性的。市长黄伟哲表示，目前家己身体是无问题，也是爱自主健康管理。市府的同仁要伫咧防疫3级警戒期间，拢有遵照防疫规定，要注意身体状况。就是南北移动，这样真的是比较危险。当然，大家都会害怕吧。移动，你看你刚讲五行移动，不喜欢那就还好。不会太担心啦还是宅在家比较好。这个消息一出来，也来互市政府办代志的民众惊一跳。这个案例也证明讲，人若行线，较容易产生防疫空棚。市长黄伟哲也搁再强调，呼吁民众5·2节连假，较莫出门行大，防止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咱帮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今仔是新增加219例哦，拢是本土病例，死亡有22例哦。增加的本土病例，新北市就有123例，台北市有54例，苗栗有16例，彰化有2例，桃园有13例，基隆有8例哦。新竹市、台中阁有台南拢是1例。目前咱全台湾有11694例本土病例，嘛已经有11493例咯。咱再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是到立法院去报告追加特别预算案哦。国民党团是提出讲，全民一个人发1万块的现金，嘛唔免排除好野人。民进党的内部嘛有同款的看法，也毋过苏贞昌是强调讲，钱就爱用伫对的所在。另外，最近网络有假消息传讲，7月份台湾就要开始来驻咱国产的疫苗，所以日本才会只送咱124万吨的疫苗。苏贞昌是讲哦，这是正毒的风声。纾困经费用以办理孩童家庭防疫补贴，加发弱势生活补助。台湾疫情相关，真需要中央的纾困。行政院将特别预算上限为4200亿翻倍到8400亿。国民党主张不排除全民普发1万，就连民进党立委也有发出普发1万5的补助金。也毋过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强调，钱有限，爱用伫应该用的所在，救急不爱救善。2300多万台湾人就要2300多亿。如果一个人2万4排户160万人外，也要5000多亿，我们钱是非常有限的。另外，纾困补助的对象目前有730万人受益，也毋过立委周期，像离职待业的劳工、甲派遣人员，都无包括伫这摆的纾困范围内。这些可能有。目前不在这个纾困预算的补贴的对象，但是它可能会是符合我们救安的这些相关的计划。台北市艋舺区互疫情严重冲击，4块位的店家首先互北市府下令停业，敢是会当申请补助？有立委建议中央提出新办法补这个空棚。此外，苏贞昌也表示，已经出的211万吨，8月底前1000万吨的疫苗会到位，已经做好大量注射的准备。也毋过，日本提供咱国124万吨疫苗，网络却谣传是假信息。台湾7月要注国产疫苗，咱国才向日本讨少量的疫苗来应急。我拢一定传去竞争署啊，竞争署长嘛亲身交代刑事警察局。落去做相关的调查，一定拢落去处理。苏贞昌严正的补贴，这是非常恶毒的谣言。同时，也对台湾需要疫苗，包括日本、美国友邦及时的帮助表达感谢。记者综合报道。上总早起甲真侪产业工会代表向政府提出7大纾困的建议。上总是表示讲，因有100外个产业会员9成受创拢真严重哦，亲像是餐饮业5月份的生意拢只剩无到2成，有超过5成业者拢先关门啊，8成业者拢开始放无薪假。观光旅游业是个愈较惨哦，伊嘛呼吁政府爱救命。整个的产业纾困没有做好的话，会变成装叶克。受到疫情的冲击，类似型餐饮服务业生意是规个土，需要人斗3工。全国商业总会表示，100外个会员内底，差不多有8成至9成，为5月中了后，都差不多拢无收入。餐饮业的部分整个的营收下降大概80%，有放无薪假的状况，那甚至有13%考虑裁员。在旅行业者里面大概下降营收95%。那观光餐饮业无生理，根据全国商业总会统计，旅宿业差不多有5成的业者选择自主停业，25%的业者休无薪假，有10%考虑要裁员，其中是以中小型的民宿业受到冲击是上严重的。整体的旅宿业5月份的营业额比108年的同期衰退7成以上，嘛算长了真吃力。另外，游览车客运出车的比率差不多拢冻点，今年5月份整体营运是落98%。收入几乎归零的情况下，除了要缴的财政以外呢，我们呢还要继续呢缴贷款。那如果这样的政府还是不愿意出来的帮忙的话，不是只有单单的倒闭潮，跟7000多台个体户的车主靠行车辆
他们就是进入了死亡自杀潮。行政院虽然通过2600亿防疫纾困特别预算案，不过产业代表讲是看有食无。上总提出7大纾困的建议，希望政府认定的标准要放零，包括注疫苗，建议高风险服务业第一线的人员，嘛要纳入去优先自的对象，还有协助小规模的企业，会当更较紧申请到纾困。各项的税会当较慢纳或者是减免，而且扩大税务的纾困，还有进前旧的纾困贷款会当延期，全面调降公有空间的租金，还有放零工时的规定等等。有时候一天收入才800块啊，怎么去应付这个租金呢？所以我们建议说，直接补助设摊的这些店家让他们可以花薪资然后可以付租金。上总表示，产业调查报告甲纾困建议书已经同步送去各部会，希望未来2天内，施政总质询政府会当有所回应，而且提出对策，帮助产业会当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昨国会闭巡的时阵，嘛有讲到台湾甲美国准备要来针对双边的贸易协定沟通哦。这敢是代表提法会重新来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处并无进一步的回应，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期待台美的关系会使愈进一步，有好消息迈向大家来报告。台美贸易甲投资架构协定停止超过4年，台湾正正宣布开放进口美国内地，已经突破贸易障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次伫国会向议员询问对美台双边贸易协定的立场。布林肯表示，美台当然也是将要就部分各国协定进行对话。I'd have to refer you to Catherine Tai,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but I know we are engaged in conversations with Taiwan, or soon will be, on some kind of framework agreement, and those conversations should be starting. 今次代表铁法最近有希望重启谈判，甚至有希望签署 BTA。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当咧拍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回应，继续加强甲台湾的双边贸易关系真重要，不过目前无具体要宣布。我们很期待台美关系更有进进，有好消息会向大家报告。另外，美国释出予台湾的疫苗进度，布林肯表示，工作当咧进行，相信未来几天甚至几礼拜之间就会有行动。也佫表示，继续向台湾提供重要的国防设备密切合作。We are commit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Taiwan must have the means to defend itself, and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另外，美国康乃狄克州参众议会最近同齐通过友台共同决议，支持美台强化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是表示挺台湾国际参与，佮促请康乃狄克州政府甲台湾签签驾照互相承认协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昨批准一款治疗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啊，这是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 FDA 最近20天来同意的头一种治疗阿兹海默的新药啊。也毋过FDA 内部有真侪争议，因为向 FDA 独立咨询委员会拢表示反对。部分的专家是认为讲，并无明确证据显示讲这种新药啊有效果。也毋过FDA 是以这款新的药啊，有可能是比现在的使用的药啊效果如何？快速的批准上市。得了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会当家己摕小棒半土豆酱做食的。这是一种新药适适者的治疗症点。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常常会出现记忆、思考甲行为的问题，症状会随着时间恶化，最后死亡。不过美国伫咧推测批准将近20年来第一种治疗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啊。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 has been waiting decades for this. This is such an historic moment and a huge victory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suffering with Alzheimer's and their families. 虽然之前就知影讲会当得到批准，不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伫去年11月调集的独立专家小组认为，无证据证明这种药的疗效，所以建议卖批准。不过 FDA 认为，伫某一种药可能比现有的药更较有疗效的情形下，最后也是以加速批准的程序来处理。研究这种药的生技公司的执行长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Now we have 3 independent compounds that are able to target this toxic plaque of peptide
that is like the plaques are bad in the arteries, in the heart, also around the brain. And here we are able to gradually decrease this plaque burden that is affecting the neurons and causing Alzheimer's disease. 研究阿兹海默症的专家讲，对患者来讲，这是互人真欢喜的一天。严过也讲，这种药爱证明伫咧临床上有效。The drug does what it is supposed to do biologically. That is, it reduces amyloid in the brain. It removes amyloid from the plaques in the brain. But the question is, does that have a clinically meaningful effect? One study that the sponsor did was positive, and one study was negative. 这种药一年的疗程的费用爱56000美金，换算代表是155万。而且就可能爱国加几落万美金的诊断设置，一个脑翕相的费用。这种新药得到批准，也得到 Biogen 的估计，伫8月起38%，收伫咧395.85美金。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西班牙昨开始已经开放全球各地有注疫苗旅客入境哦，除了少数疫情较严重的国家。法国伫初四嘛公布入境管制的新办法，用无同的设置来区分无同国家疫情严重的程度。目前咱台湾是感染社区哦，若是无注疫苗，就必须爱证明讲一定爱入境法国的原因。出国度假未过再受到疫情的牵连，除了疫情还佫真严重的巴西、印度佮南非以外，西班牙伫咧初七嘛向全世界来拍开旅游的大门。便若是完全接种过疫苗14天，就会当来入境旅行。无注过疫苗的人，会当用另外一种紧佫俗的方法，也就是提出伫咧启程前48小时内的阴性快筛证明。I did the COVID test. The 48-hour version of it, and then I also have been vaccinated. 不二个，这是伫咧2天前，也就是伫咧初5才对外公布的。旅游业差不多拢是未负反应，伫咧机场饭店无出现人潮。不过业者也是真乐观，这是因为早前4月就开始有观光客来这，到单要刷咧增加。O sea que somos optimistas y cada día se nota que los países están vacunados, que hay menos miedo a viajar y que. 伫疫情之前，西班牙是全球旅游的第2大造访国。伫咧去年因为疫情的升长，外国观光客减少8成，旅游业对整体的经济贡献对12%降低到4%5%。即摆疫情已经较松人咯。当局嘛设下这个目标，希望会当对7月到9月迎接1450万至1550万的观光客。事实上，从5月24以来，包含英国在内10个非欧盟的风险国家入境西班牙的时阵，都无需要附核酸检测的这个阴性证明。其中一个上重要原因是英国是西班牙旅游业内底上大的客群，颠倒是英国目前还佫无将西班牙甲选出国际旅游的黄色灯号的名单内底，所以讲要去西班牙旅游的英国人，因伫咧转去了后，还佫爱居家隔离含接受检测。法国从初9开始，就定性来开放国际旅游。对欧洲这国家已经有注过疫苗的人，就无佫要求体检。当局伫咧初四公布入境防疫管制新措施，嘛照疫情的严重程度按色水来甲分。台湾红列做是柑仔色的，有注过疫苗的人，伫入境的时阵，都要提出72小时内体检阴性的报告，也是48小时内病毒抗原检测阴性。也若遐个无注过疫苗的人，都要提出讲这段旅行是必要的旅行证明，而且还佫提出头前所讲的阴性报告，也佫要隔离7天。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台湾伫8月底之前，大约会有1000万ton的疫苗哦。指挥中心嘛定出民众注疫苗的顺序，有真侪专家拢呼吁讲，高风险的族群、侪岁人，佮有慢性病民众，不管什么牌子的疫苗上好，是拢先去注，会使预防胃着病重症的比例。咱今仔特别来连线高雄医学大学病院内科部部长罗碧良来听医师对疫苗的看法咯。部长你好。你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咱指挥中心哦，有甲注疫苗对象，即马是分做11类哦。目前的顺序有一寡调动哦，有甲长照机构提前到第5顺位，75岁以上的老大人哦，即马是第6顺位哦。医生哦，你对目前的顺序，敢有啥物建议的？那目前有一寡弱势的族群哦，甚至家友啊，你感觉这个人应该敢是嘛，互伊先注射？我想咱即个注即个预防针的迄个顺序吼，就是爱照即个。疫情吼有咧变化，咱就是爱调整。所以我感觉安尼改变吼足好，因为咱即个若是迄个长照中心吼、安养院吼，
那钓着吼，迄规近伤侪人，迄真正是足麻烦所以安尼来调整其实是足好的安排。另外就是迄个藉由即种我想咱若咧注疫苗，就是爱先保护咱，像迄个会使保护别人的人，像医生、护士，也是像军警啦所以就是讲，当然咱若是疫苗有够，咱所有的这弱势像藉由都爱甲照顾但是咱若是讲即马很准时都是爱先照咱的即个疫苗的即个顺序照安尼先来做。医师，你其实嘛有呼吁讲咱目前量较少莫德纳疫苗应该留予有新的护理人，也是讲对头一剂 AZ 疫苗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人来做这是啥物原因呢？因为咱即个疫苗你做研究的时阵最少先对即个孕妇来做研究，一定先为健康的人来做。但是美国已经有发迄个报告讲咱即个有新的人，咱来做即个莫德纳疫苗这类的其实是安全的所以因为科学的证据所以咱感觉讲咱来保护即个有新的人所以咱就既然甲有限的即个莫德纳疫苗咱就是考虑讲有新的人先来做。那另外，就讲做过头一剂 AZ 疫苗有风险的人上你感觉嘛爱互因先做莫德纳？因为基本上咱大家应该爱做两个下才有得足好的保护力嘛所以即个咱若做第一剂下AZ 得最严重的过敏，也是讲伊就是身躯有即个像即个血小板血无够咱这唔敢甲伊做第二剂 AZ 疫苗，当然就爱考虑讲，咱要保护伊，咱就爱互伊另外一种所以咱就爱考虑讲。AZ 若做严重的过敏咱应该爱互伊一个莫德纳疫苗。所以医师有真侪专家拢呼吁讲虽然疫苗的保护力是有一点无共也毋过对减少重症拢有真好的效果所以医师你敢是嘛建议讲民众有疫苗就先去做？对，确实是安尼。咱讲的保护力是讲你的得病的机会小可有差嘛是差不多。70-80%到90几%的差别尔但是咱若是讲会保护莫变做重病，也是莫保护讲死亡这不管什么牌子，这个保护力都差不多100%啦所以这个不管什么牌，有紧做着就是好的。所以说落来，咱知影讲国内可能面特别大规模来做疫苗咯。咱民众要去做疫苗前，佮做疫苗了后咱要家己注意家己身体什么状况咧？是，咱就是若要做的头一礼拜咱若身躯无爽快，比如讲你若当你感冒，安尼当然就是袂使来做即个疫苗。另外就是讲做了以后若后一2天，若发烧、头壳痛。也是住的所在会痛，迄拢是正常的，咱就忍耐一下就过但是咱就是讲咱就是注疫苗了，咱就爱加啉看茶。另外就是若足惊发烧的艰苦的咱就是准备一个什么止痛药、退烧药，像即个普拿疼即种的。另外就是讲万一这咱的艰苦若是注疫苗了，若是伤艰苦，也是讲。即个艰苦的感觉会拖超过2天，咱就来看医生。主要建议就是安尼。咱真感谢部长，互咱遮尔详细的解说嘛要提醒观众朋友，伫未排到疫苗之前上好嘛是爱做好防疫，这是上要紧的代志。无代志尽量毋通出门，上安全咱继续再来看台湾，就特别展开大规模的做疫苗咯。早起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接受媒体访问嘛，指出讲疫苗注射的预约平台嘛已经在测试咯，应该会伫后一批疫苗来台湾的时阵，就开放来使用。唐凤嘛讲这平台有2大原则，有主文资格民众拢一定排会到，嘛会使选伫厝里附近的注射站甲时间
日本派专机送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按算15开始做。虽然先予第1到第3类的人员先来做，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初步强调，8月底进前会有1000万剂疫苗到位，因应大规模做疫苗设计，疫苗接近有药平台，当时会当完成，外界拢咧盼望。我们现在平台就是在做整合测试，那正式对大众开放的时候，应该就是下一批大量的疫苗落地的时候，我们就会开放医院。伫翠阳实名制了后，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再度出手，规划疫苗接种有药平台。伊透露讲，蔡英文总统有提出具体需求，要确保有资格人拢会当做会到。同时，伊嘛指出，这个平台有2个原则。有预约资格的人应该都约得到，这是第一个原则。是。那第二个原则是说，如果你约得到，好比像说，离你家比较近的一个地方，那你可以选时段。唐凤展现科技专业，和日本合作是天才 IT 大神。台大医师施景忠佮向政府提议，委托唐凤做亲善大使，替日本看因的有药系统。保底卡这是行日本文情的一个上好的时机。听说老年人对于那个网络的可进性不是太好，不会用了，所以我想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这边的系统忙完了，应该是如果政府愿意的话，请唐凤诗人也愿意的话，稍微帮忙一下日本啦。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报恩的机会了。台湾疫情咧讲假，日本送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互袂少民众感觉真温暖。若佮加上唐凤的科技专业，会当显现台日的友好友情，共同度过这个疫情难关。记者郭灿台北有台北报道。中研院医师陈培德最近针对国产疫苗技术有真侪质疑，无想到讲伊嘛是国产疫苗评估小组的审查委员。杨哥陈医师是讲哦，伊早在5月底辞掉委员的职务，伊才开始对外来发表意见。这个会议的召集人钟英文是表示讲，目前个慰留哦，总统府跟行政院嘛拢表示讲，解盲的过程一定是按照科学标准哦，安全是第一重要。中研院医师陈培德进前发表对着国产疫苗技术质疑的言论，去外界爆料有违法部小数国产疫苗疗效评估方法专家会议委员身份。虽然已经请示，不过发言恐惊违反着专业伦理。对陈培德对此回应表示，已经伫5月底来辞去专家会议委员职务了，才来发言。请示成为总统蔡英文进前讲，7月底要互大家来做国产疫苗，小数敢有法度挡会调总统压力。审查委员恐惊嘛无法度来维持独立性。对着陈培德的请示，这个会议的召集人嘛表达慰劳的态度。他当然有他的考量，他会表达他基于学术上的有一些他的想法。陈院士他是有表达他的词意，那不过我们还在慰留之中，大家都是希望他能够留在委员会。对着陈培德表示，小数是挡袂调总统压力，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一切是依法，并且用科学的态度来保护国人的健康。唔管是安那，拢要有一个标准出来。好，院长，这你同意吗？而且解盲后相关数据都会公布供大家检验的。好，在野党立委要求卫福部长陈时中，这疫苗解盲的过程要公开透明。不管是在程序 CMC 上面或各类都有相关的一个要求。好，那这个可以公布一个标准，主动公告，然后去公布相关的数据，这没有问题嘛？那公布相关的数据，可能要等解盲。对了，总统府嘛透过发言人张敦涵表示，总统并唔知影陈培德是担任还是辞去这疫苗审查委员，就算是陈培德最近发表无同的看法，嘛充分尊重伊的讲法。不过嘛指出，陈培德亲事消息出来了后，外界才注意到陈培德有安的身份，因此总统府对着陈培德的讲法是感觉不解，还佫遗憾。记者张志勇、曾志信、陈伟林、蒋建功台北报道。咱个来看，指挥中心向日本买一批富阿吉利仓哦，头一批10座，这礼拜就送来台湾。指挥中心表示，这个费用是民间团体管的，华航是赞助免费再来台湾。由日本生产的这个透明的富阿吉利仓，头一批有10个，最近就会送来台湾，由华航提供免费协助来运送。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证实，影响台湾疫情严重，经过甲日本原厂的协调，会甲日本一寡病院负压隔离舱的订单先出货给台湾。这样的一个空间变得非常好用，比如说紧急的病人他进来急诊室，他要插管，如果我们在急诊室直接就插管，这个病毒外溢，
这个其他的病人或者医护可能会受到影响。指挥中心表示，进前部里桃园病院嘛有收到一个负压隔离舱，迄当阵是正做确诊或者是疑似染病患者紧急处置的措施，会当确实甲院内继续开。指挥中心表示，即马疫情当地的滚价，袂少企业讲要捐物资，只要捐物资的企业采购日本入力公司生产的负压隔离舱，关乎卫福部了后，再交予各间急救责任病院来使用。即个拢总有6个民间企业甲团体来斗相共，有买到80个负压隔离舱。我们希望能够在最快的时间能够让日本的这一边能够赶快进货，所以我们在2天之内呢，林佳龙先生就号召了我们台中的一些企业界的朋友，我们共募得了5000万来购置20台。指挥中心表示，按照这几天啊，隔离舱甲零件就小连续送到台湾。根据进前调查需求的状况，各大病院装隔离舱的意愿拢真悬，会以疫情紧急的状况来分配甲安装。记者综合报道。全国3级警戒延到6月28，嘛要求民众尽量唔通出门哦。今仔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去视察物流业，另外台北市的防疫会议嘛头一遍用视讯来举行。台北市嘛宣布讲要来补助厝内有2岁以下囡仔，第一线的警消医护人员每个月8000块，互因那些请年母离世来照顾囡仔。也在人多吼，大家尽量用电商服务。新北市长侯友宜去三重埔视察物流业，了解科技防疫，载体配送到厝的过程会当无接触，而且无接触来签收。即马疫情当地的滚价，买物件建议用配送到厝是较妥当。对物流的配送，不管是在冷链增加了1倍，以及平常一般的配送增加了3成，所以其实物流跟市民的接触就非常的重要。在防疫期间，市民要多包容，物流不上楼，零接触。面对苗栗移工爆出大规模的群组感染，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提供平台，让企业会当自费买快筛剂，协助后手采检医疗，也有防疫旅馆。嘛呼吁市民5月节连假尽量踮伫厝内，若一定爱出门，就要保持适度的活动。因为台北市防疫会议，市府内底各单位头一届全部用线顶视讯，各问题踮伫办公室，透过视讯甲各单位开会。小事情你们就自己解决掉，那如果是要进到市长室会议报告的，你们再进来。凡事都有第一次的我认为每一次一定会有遇到问题，我们就把遇到的问题一个一个就把它解决掉。这样我们慢慢建立一个勇于尝试的文化。全国3级防疫警戒延长到28，停课到休热结束。第一线医护防疫人员嘛烦恼囡仔托育的问题，市府针对警消医护防疫人员推出托育的补助，2岁以下幼囡仔若送去规工托育居家的年母遐，一个月是补助8000块，会当追溯补助为6月7日到7月31。若是家长无法度请防疫照顾假，为15开始开放日时的托育，名单爱确实报备去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日时的托育上济会当收4个幼囡仔，若规工的上济会当收2个幼囡仔。另外，托育机构是依次暂停托育到7月7日。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严重哦，传出讲有一寡人专工要飞去美国注疫苗，所以最近机票拢起价。中营航空飞美国嘛增加班机，一天有1班哦。机场的贵宾室人嘛愈来愈多，外界质疑讲这嘛有可能会变做是防疫的空棚。也毋过，中营航空是强调讲，贵宾室拢使用过的单调的餐具，嘛直接咧消毒，会做好防疫。使用完后就可以直接的抛弃，不重复利用，这样会比较安全。机场贵宾室内人员说明贵宾室内的防疫准备，强调拢是使用了导弹的餐具做好防疫准备。疫情严重，传出未少人坐飞机去美国注疫苗。贵宾室内逐工大约接待300名的旅客，因为甲服务的地区人员不时有接触。和外界质疑可能加做防疫空棚。客进贵宾室，我们也会要求旅客除了手部消毒，我们在客席区座位跟座位之间也都有防疫距离，至少1.5米。然后在取餐台上，我们也都准备有防疫餐盒，全部都是一次性餐具。中央强调，贵宾室内提供防疫的便当盒仔，甲使用了导弹的餐具。提餐的时阵，也会要求旅客保持社交距离。座位之间也会保持社交距离，
旅客入座了后，随消毒，也会要求贵宾室的同仁，逐工量体温、挂喙罨、甲手套，落实各项防疫措施。防疫是要靠自己的，不是全部都靠别人自己就要先注意好这一块。考虑去美国的人增加，机票起价倍付供应。中型航空也将去美国的班机为逐礼拜3班调整逐工1班。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长徐金美呼吁中央讲，为着防疫，5日节火车甲客运归去停驶哦。代替是表示哦，会伫花莲的火车头来设快台站，互旅客家己主动来快台，并无强制。连续3天无增加案例，花莲河北州民众开始烦恼，5日节连假返乡旅客敢是会带来新一波疫情。县长徐金惠向中央呼吁，5日节连假归去铁公路拢停驶。端午连假停止铁公路的交通运输，为什么？强化3级警戒，更要让我们全国的乡亲宅在家，不要出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目前也未有相关回应，也不过代替会配合花莲县府伫火车站内设置快筛站。就是在我们的出口这个地方会设快筛站，那每一个到站的民众，我们会鼓励他做了快筛以后，然后留下一些基本资料。那如果有快筛以后有什么问题，再个别通知。民众对火车站设置快筛站是正面看法，也不过因为无强制，效果安怎持保留态度。距离要保持啊，要不然就是一堆这样疫情又开始爆发。那你觉得设快站有没有帮助？有啊，快筛站会有帮助啊。现在人也比较少搭火车了，应该可以做了。出站也能够确认，因为最容易从跨区移动的就是火车。代替强调，5日节连假火车票目前已经退票到2成以下，也继续咧退票。另外，敢是停驶会尊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大学指考的最后一档哦，因为前指考要延到7月230考试哦。明年指考就会转型，变作是先行学测还是分科测验，所以今年的考生明年若是要停考，压力会真大。有家长团体就呼吁讲，看敢会使互今年要指考满18岁的考生先注疫苗。就像今年的学测一样，我们不会办理补考。原定伫初月初3到初5要上场的大学指考，经过疫情的评估，决定讲要延期，而且未替这较近的考生来办补考。有居隔或是被匡列为自主相关的学生，我们会以防疫专车的一个规格，防疫的市场里面隔离市场去做应试，配合防疫，逐间市场的人数拢甲调降到20人。市务人员因嘛大声来注这个疫苗。这预防的工作拢爱甲做好真点点，不过这对今年高3的学生来讲，因难免有一寡影响，特别是因拄好袂当去学校上课，嘛无毕业典礼甲毕业旅行，因是生伫SARS毕业伫COVID-19 的学生。毕业典礼也是在线上进行，青春的岁月里面确实很多的东西啊，但是还可以进行指考，就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就多念20几天书啊。原本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进入就是最后冲刺，昨天接到消息之后就要调整进度跟速度。今年的指考到明年会转型成做新型学测甲分科测验，有袂少家长烦恼讲囡仔的压力伤大，佮烦恼讲伫考试的期间，囡仔同款有去画着的风险。再延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这个时间就会考？脱下口罩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暴露某些环境中的感染风险啊。有没有可能也列为优先施打疫苗的这个优先名单，让家长跟考生自己决定要不要去打这个疫苗？全国联呼吁讲，相关单位爱注重疫情内底学生的安全状况，希望会当甲这个满18岁参加指考的学生，优先甲列入去注疫苗的名单，提供予考生甲家长来做参考。因为这学生读遮侪年册，就是咧等即阵，所以讲大家目芳拢爱注意甲真点点。记者综合报道。三级警戒延长，大人囡仔拢伫厝内，冷气、电钱日常的开销嘛袂少哦。小机会是呼吁讲，政府会使来思考提供优惠，嘛应该甲线上收费的系统创好好哦，减少出门消费的风险。教育部宣布全国停课延长到7月末日。读幼稚园的小礼坊，这段期间拢甲同学开实线上课，逐工拢踮喺厝内，水电加其他费用也在增加。再加上即马是热天的消费无少，
平均每一户家庭一个月就要增加500-600块的支出。甚至有的家庭，他为了要小孩子能够上无线上学，他可以有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线品质，或许他也花更多的钱去改善家里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现在又是夏季电费夏季电费的这个季度，你知道它的费用会比较高。消基会希望公部门会当考虑减免或者是优惠水电、上网通信费，抑个各项规费加手续费，鼓励民众较莫出门，尤其有一寡爱纳的费用。爱去柜台办，或者是去超商纳。消基会认为，政府若要鼓励民众伫咧厝诶办公、伫咧厝诶消费，就应该规划好，互民众会当伫咧线上纳的管道。各主管机关是不是可以检讨你们所下辖的各单位，平常要收的各项的规费现在可以予以减免正对于这个线上可以申办的部分如果说能够减征或者是停征免征相信给予这个民众线上申办一个最大的诱因。已经发展到规费法第13条的规定，具有公共利益或者是特殊需要的标准。行政院应该随督导各级主管机关启动减免征收各项规费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最近咧推动实时门诊利用国内的所谓医疗平台医联网，会使来免费提供给病医跟民众使用。看医生唔免到病院，拍开国内所谓医疗平台医联网的视讯诊疗系统 App 挂号，确认身份了后，就当由医生来进行线上的看诊。若需要进一步检查，会由医生来安排回诊。医联网打造这套系统，希望免费提供医疗院所甲民众来使用，来让国人同胞仍然可以获得高品质的台湾医师的照护，同时也分流实体医疗的负担。线上看诊唔免付钱，完成了后到医疗院所领药的时阵才会付。不过最近传出有民众视讯诊疗了后，关于视窗无看到人影，这套系统敢会当预防患者失联，或者是不爱付钱咧？会请他上传健保卡以及姓名。他的基本资料等等，在视讯的过程当中，医师也可以就这个健保卡他本人留下的资料，跟他本人的一个头像视讯镜头的部分来进行一个单方核对的部分。民众线上诊疗过程拢会录影，分段会保存5年。针对面对万一流量上过大，系统宕机，医联网表示会随时监控，必要时阵进行扩充。记者林王乡中台北报道。真侪人看到超市药膏，也是网络有卖酒精，就直接买所有人去买到假。其实酒精的学名是叫做乙醇有人是去买到异丙醇。也毋过专家嘛讲异丙醇嘛是会当摕来消毒，也毋过上好是毋通去喷到空喙。市面上的酒精，大部分的人可能未去注意成分。这几天面册顶悬有价人，发现家己买到的酒精，面顶写着清洁酒精，不过成分毋是乙醇，真足甲看是乙丙醇，就是买到工业用的酒精，感觉互骗去。但是他们2个都是长期在当做消毒液在使用。对。那异丙醇确实它的味道跟刺激性会比乙醇再强一点点，但是它也是一样是安全的。那目前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都有发布公文说，如果当乙醇缺货的话，是可以使用异丙醇当做替代的。药师表示，市面上的清洁酒精顶悬大纸若成分写 ethanol 是乙醇，若是写着 isopropyl alcohol 是乙丙醇。原则上2种拢是即卖工业酒精，因为制作的过程无经过杀菌，通常用伫环境的消毒，要用伫喷手其实嘛无问题，只是袂当掺医疗用的酒精乙醇同款，用伫医疗器材，还是直接用伫皮肤空喙来消毒。药用酒精是医疗在使用的，它是有医药字号的，但是目前大部分都送往医院了，所以市面上会比较难找到。那这个酒精药用的是可以直接喷在肌肤上的。
经济部中部办公室嘛表示，目前酒精核准的成分有乙丙醇、乙醇、参丙醇。照商标法，若商品成分写乙丙醇，标识就无应该写75%的酒精，可能会互人误会。另外，标识除了英文，嘛应该要有中文字。这部分会阁加辅导相关业者，嘛呼吁民众买进前就要看详细。记者电话问调随台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